一、先拍拉麵放喺張台；二、前推拍拉麵；三、半環繞拍拉麵；四、用筷子夾起拉麵。點新影片，將拍呢個視頻新增上去。2、3、4，點新增。第一時間先關閉原聲音。咁我哋滑動視頻條，滑動到個老闆擺低碗麵喺度，將前面多餘嘅散除，擺低喺碗麵之後，放手離開，點中視頻條，點線性，將後邊多餘嘅散除，再滑動視頻條，滑動到個開始運鏡嘅時候，點中視頻條，將前面多餘嘅散除，再繼續滑動，滑動到每段視頻呢，去咗個頭同尾，留返中間精華嗰部分，咁將後邊多餘嘅都係散除。碗面開始運鏡嘅時候，再點中視頻條，點線性，將前面多餘嘅散除。碗面喺度轉嘅時候，咁我哋都係咁樣將後邊段散除。我哋開始夾起面嘅時候，我哋點將前面多餘嘅散除，都係咁去咗頭同尾，留返中間精華嗰部分。夾起面嘅時候，我哋再將後邊多餘嘅散除。咁然之後每段視頻變一變速，喺下邊工具欄揾速度，點速度。每段視頻呢將佢變速到 0.5， 4段視頻都係將佢變速到 0.5， 0.5， 0.5， 點打勾。我哋先同條視頻添加啲音樂，因為呢個視頻呢係根據歌詞嚟剪輯嘅。咁而家點音樂，搜尋一首忘情牛肉麵，點呢個加號。我哋每一個視頻對應一個歌詞，咁聽一聽先。牛肉麵啊，呢度我哋再將佢推返向前面。咁我哋聽第二段視頻咯，呢度長咗都係咁樣推返過去嘅。咁聽第三段視頻咯，仲先呢度呢都係將佢推返過去，再聽第四段。呢個又啱啱好，咁我哋將個音樂條同個視頻條咧要對齊嘅，咁將後邊多餘個音樂咧就刪除咗佢，點刪除，然之後再返回，點長闊比例，點9:16，點打勾，再揾呢個背景，點模糊，第三個模糊，再點打勾，套用到前部，再點打勾，返回濾鏡，一個美食濾鏡。點美味，將個參數呢推到50左右，點打勾。咁將個美味呢要推返同條視頻要對返齊佢嘅，再返回點文字，呢個自動字幕，點自動歌詞，點產生，再點中呢行字，點字形，揀返我哋自己中意嘅字形，剪影重組，將行字呢推返上啲，放返大少少，點打勾。成個視頻已經做好咗啦，咁點小三角，畫面粗略拉滿，編碼粗略拉滿，點呢個回七。咁我哋嚟睇睇個效果先。老闆給我來碗忘情牛肉麵